分享下你嘅作者自己啦，因為咧你咧喺呢個四格香港史入邊咧都有講過話自己咧係香港歷史業主中學歷最低啦，係呢個係好好笑咁係啲，但係嗱，而我聽你咁樣，即係我頭先聽你嘅訪問咧，你就即係其實原來係有一個香港歷史嘅一個考究嘅圈喎。即係個好似咁嘅群體，即係佢哋會做推廣啦，或者會提供好多資訊咁樣樣，係咪咧？其實呢個圈係啲咩人嚟嘅咧？四格香港史嘅時候，我好有意識到自己做呢本書，畢竟唔係啲咩學術專著，又唔係啲咩好有養分嘅書嚟嘅。咁其實冇人會因為睇咗呢本書嘅作者介紹而買呢本書噶嘛。即係你唔需要知道佢係咪咩哥倫比亞大學咁樣，唔需要噶嘛。佢係一本世界漫畫嚟嘅啫嘛。咁所以對我嚟講，佢只係一個 present 我呢個人設嘅一部分嘅位。我係咩人咧？係啦，我要做嘅不如係借呢個欄目嚟表現多少少趣味。咁當然我都有我自己私心嘅諗法，或者個人一啲想擺嘅嘢嘅。咁就係我好想擺翻我係讀紡織嘅呢件事落去。咁所以好順理成章地再考慮到可能其他可能有啲真係歷史嗰邊嘅有學術背景嘅前輩或者朋友，佢哋自己會做推廣，我就會再加埋一個堪稱係嗰度嘅版主裏邊學歷最低嘅咁樣。咁所以呢件事其實又冇好多嘅諗法喺裏邊嘅，單純就係反正嗰個欄目都冇用㗎啦，我不如諗辦法攝多兩個 get 落去，冇咁嬲啦咁樣嘅心態咯，係。咁可唔可以分享下咧？其實你幾時係對呢個香港歷史咁有興趣咧？我諗大致會係14、15年左右啦。我本身細個係都幾中意睇所謂中國歷史嘅。咁我細個好沉迷三國啦，同我同代好多嘅人一樣，可能中意歷史嘅好多時就喺三國入坑㗎啦。咁跟住後來我自己可能會睇返啲唔同所謂中國朝代嘅一啲歷史。咁但係香港史係一個喺可能我中學年代完全冇諗過都唔會接觸嘅嘢嚟嘅。咁後來去到大14、15年左右，我開始睇翻一啲本地香港自己嘅歷史。咁但係其實坦白講，嗰陣時我睇嘅都好片面。咁當然而家都好片面啦。咁但係嗰陣時睇得再少啲、再狹窄啲嘅。咁跟住直到真係會睇得多啲，其實好坦白講係近呢幾年先係再睇得個密度會再多少少，因為你真係要做一啲推廣或者做一啲創作嘅時候，你要有翻相應嘅一啲資料、一啲考據。咁我迫不得已啦，我就要睇翻多少少咁樣咯。咁其實如果有啲人想入坑嘅，或者係想接觸一下香港史咁樣，咁你會有咩建議佢哋？如果睇書就梗係睇呢本同埋《四格香港史》啦。咁係。咁另外我自己覺得啊，如果真係要講嘅，我覺得香港，因為其實好多時大家，譬如正如頭先所講，好多香港而家有好多人或者好多朋友會喺香港嘅社交媒體度分享好多有關於香港歷史嘅資訊。咁佢可能會係包括咗一啲近年或者至少我自己觀察啦，收入上比較成功或者比較多迴響嘅，會係一啲近代啲嘅東西。咁可能會係一啲可能大約會喺晒20世紀㗎啦咁樣。咁如果再早啲嘅話，又或者想全面啲睇嘅話，我自己覺得其實睇書之外，可能你見到條街名 Google 下，點解會有嗰條街名咯？係因為我自己對我嚟講，我睇嗰個我開始入坑係睇書，對我嚟講太理所當然啦。我其實冇諗過具體，如果又冇興趣又唔想買我兩本書嘅人，咁或者唔想睇小弟個 page 嘅人，咁佢點接觸咧？有嘅可能其他嘅香港歷史專頁咯，譬如我見港識多史嗰幾位朋友，佢哋做得好好嘅，佢哋對點樣將啲嘢深入淺出咁樣講係絕對比小弟做得好嘅。咁又或者我推埋可能我朋友可能香港古時記嘅版主佢有本書係啊，小弟仲有幫手做插畫添啫。咁嗰個又係變翻認真樣嘅。係啦。咁佢出嘅可能眾生7000年，佢講香港嘅人物。咁呢啲都係一啲我覺得如果入坑又唔介意睇下字睇下書嘅話，咁睇呢啲專頁同佢哋嘅著作都幾好嘅。係。我覺得你頭先講咗一樣嘢係都係而家呢一代後生啲嘅人咧會先有嘅現象咯，就係我哋好理所當然係用睇書嘅方法去吸收資訊，但係咧原來而家咧係睇 page 咯，
即係或者 Google 咯，即係佢哋未必係用書呢一樣再睇去認識一樣嘢。係啊，其實如果係我自己嘅話，如果我資源夠嘅話，我會直接揀做 game 或者做抖音㗎。係，我覺得，因為我當初做 page 其中一個諗法，我早期會用好多 memes 或者動漫嘅元素，就係我意識到就咁講香港歷史係連我自己都覺得悶嘅。係因為你可以拎出嚟嘅就係一班鬍鬚阿叔同鬼佬咁，所以嗰件事係你商業上又好，或者你喺一個社交媒體上嚟講都好，都唔係一個非常討好嘅一個面貌。咁我需要加好多其他嘅嘢落去，先可以令到佢嗰個趣味會再多翻啲。咁所以我會覺得如果有資源或者有能力咁樣做嘅話，我係甚至覺得應該可能要做短影片啊，或者可能要做其他更加符合呢個年代嘅人觀看習慣嘅嘢。有一個叫做使命感去我想推廣呢樣嘢。認真要講嘅話，我係覺得首先我係認真覺得呢樣嘢有得做嘅。咁當然我而家仲好霉仲好窮啦，呢個冇辦法啦。咁但係我係認真覺得香港歷史係以後係會係香港其中一個你真係可以有其他商業創作，有更加多發展可能性嘅一個主題嚟嘅。所以我覺得係值得投資喺呢個方向度做嘅。咁另外就係我覺得某程度上係出於一個點解用呢種形式做，會係出於一個保威嘅心態。咁可能其他嘅講歷史嘅方法，可能有其他朋友做緊，甚至一定比小弟做得好。咁我可能呢個模式會係我比較能夠有空間發揮到，或者大家大家未想嘗試擺資源過嗰邊做嘅部分，咁會一個保衛。咁但係骨子裏對我嚟講因為我自己本身最想做嘅可能係一啲創作或者漫畫咁樣，咁我揀香港史呢個主題純粹係因為我想喺單純創作之外，我再擺一啲我自己有興趣嘅主題落去咁解嘅啫。咁就佢唔係一個，我唔會稱之為一個好強烈嘅使命感，冇咁型嘅，係啦。咁聽你咁樣講，似乎係無論出書都好啦，出書又好啦，或者係做個 page 都好，你都會繼續有唔同嘅嘗試咯。係。咁如果俾你而家諗咁樣啦，嗱，神話就出過啦，跟住有啲歷史人物又出過啦。咁下一本或者如果有冇啲咩題材，其實你仲想試下開拓？其實想開拓嘅題材同埋個形式就好多嘅，我有張 list 嘅。咁但係全部都會受限喺好現實喺商業層面上，我點樣？我已經唔求賺大錢啦。咁我最低限度我都要確保到佢應該係收支平衡，然後出版社有啲渣男㗎嘛。我甚至我版稅都唔預特別多㗎啦。好現實講，咁香港出版市道大家都心知肚明，唔會話真係冇可能靠呢樣發達嘅。咁但係喺要符合呢啲條件之下，老實講要揾一啲我覺得有信心做落去嘅題材，反而先係難嘅部分。如果單係要講我想做嘅 topic 嘅話，其實好多都真係講唔完嘅。即係如果我即係好簡單啫嘛。如果有金主直接揼錢泵任我做嘅話，咁我可能會由粵人開始畫到去主權移交㗎。真係會試下抖音咯。係啦，咩都會試。我成日都話其實喺推廣呢樣嘢上，我成日都話我會用畫畫或者係一啲可能我寫得相對比較輕鬆啲嘅文字，純粹係因為我發現呢一刻我好似呢啲嘢我比較擅長，同埋我相對都仲會比較市場上會透落啲。如果我發現可能之後我有其他方式會更加好，我係會毫不猶豫跳去嗰方面。即係我成日話係啦，我成日都話你如果鋼管舞我跳鋼管舞都得㗎，冇所謂㗎。我呢啲人冇任何矜持可言嘅。即係當我大方向係想做推廣香港歷史嘅時候，我又會覺得呢部分我冇拿得好緊，具體我想用啲乜嘅。咁但係現階段我會可能重心都會擺喺可能會唔會諗再繼續有其他嘅出版物啊，或者有啲乜嘢創或者畫啊或者漫畫上面嘅創作咧咁樣咯。作為 followers， 我希望你嚟緊會快啲有新嘅 ideas 可以一次過咁樣推出嚟。感謝。
好多謝你今日接受我哋嘅訪問。咁如果咧大家想用唔同嘅角度，或者用啲得意啲嘅角度咧認識香港史咧，咁就唔好猶豫咧，快啲買本《神話香港史》去睇一睇，因為真係好可貴嘅入邊嘅公仔，而入邊嘅資訊咧都係好有趣。咁今日多謝誒花嚟到我哋當中啦，咁我哋下次再見啦。依外表拜拜。